一切修葺成的建筑都将倒塌。昔日兴旺发达的城市和寺庙都有贤德之士管理和主持，但如今仅留存下遗址，甚至成为鸟窝雀巢。如藏王赤松德赞时期，由第二佛莲花生大师开光的桑叶3层宝顶宫殿也遭受火灾。桑叶寺也是有这个历史上有受过3次的火灾的一个这样的历史，所以会有一旦藏王松赞干布时期，如真圣宫的红山宫殿，如今连基石也不存在。那是可能是巴扎隆波切写这本书的那个时候，应该是那个时候，就是现在的布达拉宫应该也是，只是就前面的一个红山是那个在布达拉宫的那个山的那个名字，就是红山。那么这个上过去就是有非常殊胜的一个宫殿，但呢那个时候只是就是留下了一个基石。然后后来的这个布达拉宫是又是后来改的。我们对现在如同重学般城市、住宅、寺庙等如何珍爱端着，又有何用呢？所以应向噶举派诸前辈高僧的传记中说的那样，毕竟离乡奔赴异地，居住远东，与野兽为友，完全失去衣食名誉，而后彻底以当四夷处，即心异于法，法异于品，品异于死，死异于干涸之火。我们应当诚心观修此圆满四法。作为一个真正的一个合格的修行人的话，那么在严厉自己的家乡，然后接触其他的就是自己没有太多的亲朋好友感，没有太多的这种锄地怨恨的对境的这样的一个地方。然后呢，最主要的那个居住的地方来说呢，相当就是安静处。然后所谓的我们相处的对境是哪些是最好呢？就是野生动物跟野生的这些鸟类，那么这些就是最好的这个相处的对境。因为有这些相处的对境呢，就是不会让你产生任何的这种怎么说呢，贪与嗔然后也没有什么嫉妒的对境，也没有什么要求这样要求那样的一些对境。所以呢，这些都是非常殊胜的，非常重要的。作为我们一个修行人来说的话，那当然今天我们这样讲的时候呢，在一个城市里面的人，尤其是有家庭的一些在家的居士来说的话，暂时都是在家庭里面没有办法严厉这样的一个生活的过程当中呢，当然就没有办法做到这些。但是要知道这些，而且是修行本身的这个用意是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是任何时间在家庭之中，或者是在公司的同事之间，或者是在相处的一个团体里面，发生任何不愉快的事情的时候，马上要想起这些。马上想起这些的时候，是不是马上要离开？但不是，你马上离开也做不到，但也没有什么好处。但是要曾经在这些所谓的这些传承上师们所讲的是真是有道理啊。时间轮回中就是这么的苦怎么去？那怎么办呢？也只能是面对嘛。但也是祈祷上师三宝祈祷释迦牟尼佛，祈祷观音菩萨，从我自己的内心的嗔恨心感
内心的贪性嫉妒性、执着都要消除，尽量的今生呢，就是在这个环境里面能可以做得到的最好的修行，生生世世当中能够可以解脱。这种今天这里巴州仁波切在这个书本里面说提的，那么就所有的这个过去的噶举派的这些诸上师们、前辈们、大成就者们说给我们的这个口诀，跟我的生活完全我做不到的话，是不是没有用？并不是，很有用。本身就是在时间轮回是一个苦海，而且是在自己的家乡里面，为什么要远离家乡呢？因为亲戚多，朋友多，然后敌人跟仇人也多。因为这个当中呢，就是贪跟嗔这两个挣扎，这两个这个相互交叉的过程当中，完完全全忘记修善断恶的行为，一直都是在这个当中，就相当就是在用那个做那个我们这个盖那个建筑盖房子的时候，有一个机器里面就是那个水泥跟沙子那些都浇的那个混凝土，做混凝土的时候就是一个叫搅拌机，搅拌机里面一倒下去的时候，水泥石头全部都是在搅和在一起的时候，分不出来的，都是在一起变成一坨。这样我们在这个贪与嗔这个中间一交合下去的话，那完完全全没有办法出来，就是一个清净的一种修善跟断恶的这种真实的一个真正的清净心是不会产生的，没有办法产生的，所以就影响非常大。所以这种时候我们必须得要想起这些过去的这种噶当派的那些上师们，以及过去的这个噶举派的一些上师们所讲的，或者过去的这些传承上师们所讲的这些口诀是非常重要的。相当就是在刚刚那个怎么说呢？刚刚前面是帕当巴尊者所讲的，给那个顶肉就是他的弟子所讲的，这些都是对于我们现在在家的居士是非常需要的。没有这个条件，现在我们怎么可能就是离开家乡？怎么可能去山洞里面？事实就是这样，但是你做不到这样，但是这个你的内心里面永远存在的话，对你的这个嗔恨心会降低，对你的这个执着会降低，对你的贪性会降低，贪嗔痴降低的情况下，那你的智慧就会非常的明显的产生。所以呢，就相当就是在普贤行愿品里面所讲的一样，这种就是从泥水中长出来的那种荷花，莲花是开得非常的漂亮。泥水本身是很脏的，但也是莲花生出来呢，就是没有沾到泥巴，也没有沾到这种不干净的东西，它就是非常的庄严，也非常的干净。就像这样，我们虽然在这个轮回的过程当中，在那个时间轮回当中，人的这个怎么说呢？那个生活的这种不清净的这样的地方，但是我们自己的内心清净的话，就像莲花一样。所以这个来说到就是这些的方式，所以一定要长期想起思维，还有后面呢，就是噶当派说的那些大德们所讲的一样，我们修持佛法的人，主要的目的，心的主要的目的，就是要修持佛法。那么修持佛法的目的跟它的最主要的方便是什么？就是贫穷的，不要有太多的那种所谓的贫穷，又并不是说你不要生活，不是这个意思。对于这个修持佛法的人来说，生活本身来说，就你不要对这个执着的情况下，你今天坐在什么样子的一个城市，或者是你享受什么样子的生活，这个实际上来说并不是特别重要的。你如果是享受一个乞丐的生活，
那你内心不清净的情况下，也是没有任何功德的。你今天如果住在王宫里面，你的心一样的清净啊，完完全全一直都是修的情况下，你住在王宫，睡在这个金银珠宝的这种一个床上面，那这你没有为了这些就造业的情况下，你也并不是说是修法不如法。你睡在一个就是黄金做的一个床上面，然后上面镶了各种各样的这个珠宝，那这样就是你不像一个修行人，你这样说的话，那也是不对的。像不像是一个修行人，只是完完全全看你自己的内心。所以就你如果是今天坐在一个怎么说呢，你是无家可归，就是当做乞丐，然后就是你的生活就是搬垃圾桶靠这个为生活的一个人，你内心一点都不清净，内心都没有一点点的那种菩提心感、慈悲心，或者是有这样的那种无常，或者是对世间轮回的出离心的情况下，你靠垃圾桶为生活是没有任何的功德的。所以这个我们平常都是必须的要知道。但是从这里面讲的修行的最终的这个方面，也可以说是它的这种目的是为平的意思是什么呢？对金钱不要执着的意思。你金钱在一个生活是什么样子的环境里面出生，在什么样子的环境里面在生活的话，就是平平淡淡的过去就好了，不要对这个过多的把所有的自己的所有的珍贵的实践感、生命都不要耗在这个上面。要好好的修持佛法，就这个意思啊。然后到最后就是贫穷，最后的这个目的就是要死，要知道有死亡。那么死亡是完完全全就是随时随地都会发生在你的身边，所以并不是说这里就是说我一定要死，不是这个意思。你不想我一定要死，也是会死的。但是死的时候到最后就是这样，相当就是死的地方是在一个干涸的地方，或者什么，或者是要躲在一个洞里面，这些不是这个意思的。干涸这个我也不是特别听得懂。我昨天问了他是说那个就是，我是说是在哪里啊？刚刚那个是啊？干涸之祸，贫瘠之地。等一下，我看一下，我找一下这个。八一处啊，失一处啊，对。对，失于干涸之处，之祸，对不对？那我昨天问他那个之祸是什么，他是说一个洞。那我也问他说，那洞里面是有什么好处啊？他是说比较好埋下去啊。开玩笑。但是我们就是为什么要这个知道那个，所以就反正死的时候呢，我们就这些都不重要。你死在宝座上死在那个怎么说呢？那个在干涸的地方，或者是一个空地，或者什么，都其实是并不重要的。我们人类的就是执着，就是一直都是这个死的时候也是应该要什么样子，会有这种很多的想法。但是实际上呢，是过去的那些高僧大德们，都是这些方面是就一直都是一种祈愿，就是说死的时候呢，没有人为我苦，病的时候没有人为我问这些都是他们心里的祈愿。因为什么？这些都是会产生执着的缘故。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些就是不要有任何人执着我不要让我引起我的执着，就这个意思那么这个里面就是只是一种形容嘛，并不是一定要一个洞里面或者什么好。我们应观修此圆满四法，嘎当四法。自本作人着康中